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福气来了，好好运动》。我是 Doris 老师，今日同样带来4个动作。不过今天4个动作里面呢，我们手部的变化会比较多一点点，所以大家加油喽！准备好了吗？大家一起起来动一动喽！右并左并。常常我们手跟脚同时的并用，可以帮助我们的脑部比较活化，所以我们不用担心，动作慢慢来，简单的往上加。现在我们开始做暖身，可以吗？蹲起喽，好，冲掉哦，走手，走手。加上你的脚，往前喽。背囊打出，你还有4隻，还有2隻，腳屈膝，鋪落去，背囊打出咯。你的脚跟有踮起来吗？很重要哦。然后屈膝往前，抬膝，让你的大腿肌肉热起来。做得吗？注意哦，要玩动作咯。放松，脚踝，做得好，往前喽。很强，很强，蹲起，大熊也手，掌手来，下高掉，嘿，很强哦，大熊也脚，下冲掉，做得吗？往前，8隻。还有4隻哦，2隻，屈膝，鋪落去，鋪落去，背囊打出，還有4隻，準備哦，抬膝，動強哦。走來走來，準備哦，運動作咯，耶，腳踝，踏並。我今天第1個動作就很不一樣，我要踩右腳，抬左腳。注意哦，我會先做慢動作，踩。1、2， 踩抬交叉，往前點哦。1、2、3、4， 1、2、3、4， 2、1、2、3、4， 做得嗎？1、2、3、4， 200。1、2、3、4， 1、2、3、4， 同樣100哦。1、2、3、4， 哇，轉圈圈呢，上來哦。1、2、3、4， 哦，往後轉，來咯。1、2、3、4， 將手邊轉，做得嗎？再一次哦。1、2、3，往你的左手邊轉，做得好。200，頭會暈嗎？慢慢的。如果你轉會暈，你可以幹嘛？你可以跟我一樣，原地踏步，走得好。如果轉圈圈頭會暈，原地踏步就好。1、2，好。如果頭會暈的人做這個就好。
如果头会晕的人，1、2；如果不会晕的人，加上转身，跟1、2、3、4，走得好。最后一次，踩1、2、3、4，转。10個預備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才轉。最後一次，1、2、3、4，轉，嘿，很好。第二個動作，踏點，踏點，下、上、下、上。待會要把這個動作加起來，走得好。準備哦，踩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踏點，走的，踏點，可以。我們要換左腳踩，右腳拉長，踩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踏點，走的。我們要加上新動作，第3個動作。往後，右後踩，左後踩，拉後踩，嘿，掌手片，1、2，走手，走对吗？你可以試着啊，把你的腰有沒有這樣，一個頭，一個肚臍。可以嗎？再一次拉長，一個頭，一個肚臍，可以哈？加快，拉開，1後踩，1後踩，原地踏步。我們再4次，1後踩，1後踩，漂亮。還有3遍，上白油，1 good。你的腰有側拉嗎？再一次，1後1後，可以哈。最後一次哦，5、6、7， 1後1後，啊就是哦，頭痛肚子痛，把它貼住的感覺。走的，走的，1、2、3，加起來，掌手片。右腳踩1、2、3、4，踏點，拉長，嘿，嘿，踏步，哦，還好嘛。5、6、7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踏點，1、2、3，拉開，嘿，側，嘿，側。可以哈，再一次哦，右腳踩，左腳拉長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踏點，1、2、3、4，拉長。哦，肚子痛，頭痛，在後面，左腳踩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踏點，可以，拉，嘿，拉，嘿。拉，嘿，嘿，踏步，可以了哈。3個動作，可以了嗎？最後一個動作好難，嚇死人了。來嘍，手放好，挑肩，上，耶，1蓋上蓋，1蓋上蓋，挑肩。合起來，合起來，跳肩，合起來，合起來，走對嗎？走對嗎？要加上腳嘍，跳肩，合起來，哦，畫，哦，再一次，跳肩，合起來，合起來，哇，再一次，跳肩，合起來，合起來。哦，翻篇哦，先做手，先做手，走对吗？合起來，合起來，跳肩，合起來，
走对吗？哦，加上脚喽，跳前，好比来，哦，左脚，画一个大圈圈，5、6、7，跳前，好比来，往外，走对吗？再2遍哦，跳前，好比来，往外，你的脚可以再踩远一点吗？画大，给，跳前，好比来，走对吗？踏步，1、2、3、4加起来，忘记了。第1、第2、第3是什么？头痛、肚子痛。第4个，跳前下皮来，找对吗？加起来了，加起来了，加起来，准备哦，加油哦。上下拉长，后跳前下回来，哦，好，左边3个预备，4、3、2，1、2、3、4，踏点，耶，拉开，拉，跳前，下起来，哦吼，中间没有踏步，完全加起来，准备，右脚踩，1、2、3、4，呀，差点，拉开，拉，跳前下起来，关片。耶，踏点，拉长，后，跳前下起来，呜呼，完成了呢！你很强哦，头脑有打结吗？你完成了，你很棒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